大家好，我是连一航，是一个冉冉，也是一个动好写文章的人，还有做 podcast。我平常时中意去旅行，就算目的地是哪位美好。对我来讲，读半路行拄到某强龙嘅事情，佮是一种神奇嘅感觉。大家对我嘅印象，可能是一个冉冉，读差劲地读，我是做一个各种语言都懂晓讲嘅小子。其实我并唔是笨蛋，就懂晓得讲掠到语言。我是特别有用心，行出去，容易出去。来了解某强龙嘅文化，看到某强龙嘅美好。今晡日图大家来懂事，未系总铺水大家客家起落。希望透过礼拜十里行，感受某强龙嘅客家风情。东市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说到东市的发展，以牧业而起。60年代，东亚区最大的制材厂坐落于此。后来，樟脑业兴起，台埔客家人更以此为据点，入山取樟木，并于东市地区开设农寮，熬制樟脑。在这里集结一切有关山林的事物，使得东市逐渐成为邻近山城区的行政及商业中心。随着时代变迁，林业没落，台铁东势线停驶，最初运送木材载客的路线改建为东风自行车绿廊，串联凤烟、撒贡、洞喜这3个区域，全长近14公里，号称全台中最美的自行车绿廊。对于想要骑脚踏车沿路游玩的旅客非常友善。这条绿廊的终点站是东势站，现在也改建为客家文化园区。那像这个红砖还有木造的建筑呢，是客家佛风的特色。然后我们来到洞喜客家文化园区呢，就可以来看看大埔的客庄生活。我们进去参观一下吧。台湾客家有喜海太平安5种腔调。洞喜是创新台埔客家文化重要的地方。那我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以前的旧月台。在60年前呢，大家就是你知道，这里就是一个很繁荣的车站。现在就是新旧交接，它变成一个展览空间。等一下就请园区的老师来帮我们讲解这里的文化跟历史吧。老师。怡涵小姐，讲什么按照啊？行神后，我刚刚讲的是大埔腔哦，东市是讲大埔腔的。对哦，因为咱都春熙五种啊，四海太平安，四的讲四燕腔啊，四燕腔大部分都带了苗栗的，一带的海陆的话就以北了，对，海陆的就新竹啊，还有桃园啊。那后面就是海陆的大埔腔就是我们这个3层，台中这3层，一切大概就是讲太埔腔，包括我的话有12多万的人口，12多万的人口讲大埔腔，是，所以今天感谢你们来这边的话欢迎哈。这个就是我们的东市的梨的故乡的故事。这个是一颗梨子，这是我们的徐老师以3D 那个艺术，把这个树，我们的梨的那个树枝把它剪起来，每个角度你看都不一样哦。像这边来的话，你看它会交错在一起。对，按它的这个细心尤其我们的艺术季目前的把它保留希望呢更多的人来欣赏。老师，这个嘞，这个是什么？这个是100年的这个我们的钱柜。钱柜？对，钱柜这个钱柜我们的钞票大概就放在这边我们的一般的话，客人在那头这是铜板这边这个是这个呢，晚上的时候呢，这个就把它拿出来，好。这个就把这钱在这个我们的抽屉这边抽屉这个抽屉就可以拿起来把这钱呢收藏起来，对来好好
这个是什么？哎，这是一个布吗？棉被。棉被。哎，对，以前没有那个保险箱，没有银行。晚上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要顾这个钱啊，所以人自己顾哦。哎，对啊，所以把这棉被拿起来铺上面，一方面就是自己睡觉，第二方面就是保护这钱啊，这也是这样。老师，那这个大乌龟是什么？哦，这是板模。板模。哎。客家人说板啊，我们这个荷兰讲粿，红菇粿哦，有听过红菇粿，就甜甜，转身体健康太赚钱了，添丁发财啊，添丁发财，吃甜甜吃健康。这是新丁板我们的板模，板模的话，它模型就不一样喽，前面是头，乌龟的头这个本身方面的话就是它的尾巴喽，这边的话呢，可以说有带钱的财，那是我们的乌龟本来就是长寿嘛，就发财，天丁发财，长命百寿，所以这是财子寿，一般的话，我们的红菇粿就是一个寿而已，对，没有那么多，对，这是希望呢，这新丁。孩子出生以后来答谢，愿我们大家发财，孩子呢多子多孙，身体健康。以前念书的时候都会提到台湾散步、插通种农，东势不只是以林业发迹，也是种农重要的产地。超过100年历史的宝岛勋章家族就在台中东势。今天不带大家看茶，是要来看看樟脑的故事。这里门口有写欢迎来料，免费参观，因为它是东势大埔腔，我不会讲，来问问老板娘。老板娘，嗨，可不可以教我这个大埔腔怎么说 ？OK， 欢迎来料，免费参观。欢迎来料，欢迎来料。免费参观，我们这是东势大埔腔参观，对，哦，很不一样呢。对，那我们就进去参观一下喽。走吧，走吧。我们来到这个樟脑故事馆，不知道大家对樟脑熟悉吗？台湾其实是一个产樟脑很厉害的地方。然后今天来到了这个地方呢，有台湾末代的，现在唯一有证照的脑长。我们来欢迎脑长，脑长，脑长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是的，你说这个脑长以前的认定，是要有2万立方公尺以上才有这个资格哦，政府有认定的。所以以前我们做樟脑是不用钱，公家会配樟树给我们哦，但是你要有那个资格，那脑丁是脑长认定的哦，所以脑丁以前很吃香，不用当兵。那像樟脑可以用来做什么？樟脑很多，这个以前这个好像塑胶的前身就是以前用樟脑可以做成这样，很多那个都是。赛璐璐对不对？还有所有药品、内服药用都可以。哦，擦的，然后吃的也好，都可以。所以一些药品离不开樟脑。哦，那工业上嘛，可以做这个塑胶类的，还有军事上，军事上可以做火药。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用熏油去做的防蚊膏。所以我可以体验看看吗？可以。等一下，我们就来体验看看防蚊膏。点火之后，把它挖下去，就像炒菜锅一样。小小的锅子。对。好，然后呢，把这个挖下去。挖下去吗？对。直接这样铲下去。对，铲下去就好了。小心！我是意外大师。对。好，我们就让它溶解了，现在就开始煮了。然后我们再加一点蜂蜡，让它硬度比较够一点。对，好，现在我们就加精油。这个是什么？精油？樟脑油。加1匙樟脑油，然后搅一搅吗？对。立刻有樟脑的香味。的哈。好，再加另外一个熏油。这就是熏油。对，它就会有比较滋润的效果。我们再放一点樟脑沙，这个以前人称药王，
樟脑沙就是樟脑油的结晶。哦，所以它白白的，对，它的一粒结晶，一粒的对，它可以止血、消炎、退肿，以前跌打损伤的主要药材哦。那接下来已经溶解，我们就是用这个放在这个盘子上面，等它冷却。冷却以后，它就会再变回白色的吗？对，要一下子的时间。完成，开心。你看我做的很漂亮，一点泡泡都没有。老板娘会教，你看我们一点泡泡都没有。对，哎呀，对。老板娘很会教哎，大家一定要来体验好不好？那我们晃了一个早上，也有一点肚子饿了，就来寻找一下在地美食吧。在这个客运东势站对面呢，有一间很好吃的小吃，有很好吃的肉丸，不知道大家是喜欢吃 Q 的肉丸还是脆的肉丸？那我们就来看看这家要排队的名店是什么样的肉丸吧。老板，嗨，你好，想问你有推荐什么？你的小吃？我们这边嗯，这个菜包啦，菜条，这个胡椒丸，这个还不错，哎。好，那你推荐的都来一个。哦，好啊。老板，大埔乡的肉丸怎么讲？南用讲肉圆。哦，海陆腔的叫肉烟，然后差在尾音而尾已。音，然后老板的肉丸卖35块，紧进动便宜呢。就尽量就是薄利多销了。对啊，那我们待会就来享用老板推荐的。推荐的就是肉丸跟这个藕莲汤。好，它干宁好是肉米走改东西。这个肉丸呢，上面的白色的酱是白米磨成的酱，然后还有这个辣辣的，都是天然的。老板说他自己做的。很 Q 弹，有米香，甜甜的，然后又辣辣的，非常的好吃。来吃吃看，老板的甜不辣？汤头很入味，紧进动慢粥，好好吃哦，可以慢慢的品尝的。大家一起来吃这家老店吧，车站前的小吃。好吃。那我们吃完肉圆之后，来到了哪里呢？是客家信仰的重心，就是八贡。然后这个前面就是八贡庙，而且它是全台湾唯一只有这里有的。立八贡庙，我们进去看看吧。跟一般常见的庙很不一样的是，这里可以看到它是没有门墙设计的，据说是为了要容纳蜿蜒而来的鲤鱼神。那眼前这个造型特殊的八贡庙，就是立八贡，做嘛会喊做立八贡呢？这里早期原本是东势的渡船头，距今200多年前，因为洪水泛滥，居民从旁边的河滨一颗一颗把石头搬过来，用石头砌成护坡，因为外形像鲤鱼而得名，并在头部安奉八贡。不只是立八贡的保佑，也是有这些先人的昂扬精神，才能共同守护家园，免于水患侵袭。这里除了外观很不一样，这里的八贡也跟其他地方的八贡很不一样哦。早期的东势呢是没有文昌庙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立八贡庙改八贡，其实他左手拿着金元宝，右手却是拿着文昌笔，保佑大家事业口业顺利传台签。八贡庙除了八贡，在庙前还有撒爱，就是这个石头。当地的客家人会让小孩当撒爱的一子一女，并戴上古铜钱形状的钳。每年办雅班也是撒爱的丧妮，
在那天，父母会带小孩回庙里玩钱，直到16岁成年为止，以祈求平安。这也是哈嘎众重要的传统生命礼俗之一。今晡日动欢喜，拄胎散线改冻死，天涯引日哈众舍利夯。东势呢，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非常的亲切温暖。然后来到这里呢，可以很深入的体验客家的人文风情。利夯莫停出来去哪一步？只要你保持好奇心，打开你的心，处处都是惊喜。